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7日，咱做来读列王记下卷第5章到第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5章，苏利亚王的元帅乃班伫伊的主人面前是重要人物，真受尊重，因为上主要通过伊，互苏利亚得胜。伊是强猛的勇士，毋过得到麻风病。有一遍，苏利亚人规定出去，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侍候乃曼的某。这个查某囡仔甲伊的女主人讲：“可袂得我的主人袂当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伊一定会当医好主人的麻风病。”乃曼去对伊的主人讲，以色列的查某囡仔安尼讲。苏利亚王讲：“你通去，我嘛要叫你摕一张被互以色列王。”乃曼就出发，带300公斤的银、70公斤的金10套衣服。伊阁将迄张被摕互以色列王，被内安尼写：“我派我的元神乃曼摕被去见你，你着医好伊的麻风病。”以色列王被看了，就拆离伊的衫，讲：“我检视上主，会当互人死，互人活。这人竟然派人来我遮，叫我着医好伊的元神的麻风病。请恁斟酌听，看这个人安怎找芳攻击我。”上主重用的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拆离伊的衫，就找人去见王讲：“你是安怎拆离衫，互迄个人来我遮？”伊就知以色列中有先知。乃曼就带伊的马车队来，停伫以利沙的厝门口。以利沙找一个使者对乃曼讲：“你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遍，你的肉会复原，你就清去。”乃曼就生气离开，讲：“我本来想讲伊一定会出来见我，徛底求叫上主伊的上帝名，伫患着病的所在摇手，医好我的麻风病。”大马士革的阿玛那河甲法尼法河，兼无比以色列所有的水较好。我伫遐洗身躯，兼袂得着清气。伊就生气，活转身做伊去。伊遐的仆人进前对伊讲：“主人，上帝若教你去做困难的代志，你兼无要做。何况伊简单对你讲，去洗就清气。”乃曼就照上帝重用的人的话，落去约旦河浸7遍。伊的肉复原，亲像囡仔的肉，伊就清气。伊甲所有对伊的人，倒来上帝重用的人遐，徛伫伊的面前讲：“但我知全世界以色列以外无上帝。现在请你收你的仆人的礼物。”以利沙讲：“我记我所服侍用我的上主咒詛，我无收。”乃曼一再请伊收，伊拢毋肯。乃曼讲：“你若无要接受，请你将2只螺会当宰的头互你的仆人。对现在起，你的仆人无要搁对别个神明献烧化祭，也是别款的祭，只有献互上主。毋过有一项事，愿上主赦免你的仆人，就是我的主人入门庙拍拜的时，我着侍候伊，所以我嘛着伫入门庙拍拜。愿上主伫这项事赦免你的仆人。”以利沙就甲伊讲：“你通平安倒去。”乃曼离开了，行一站路，上帝重用的人以利沙的仆人伫遐说想讲：“
我诶主人毋肯接受即个苏利亚人乃曼带来诶礼物，我基用我诶上主咒詛，我要走去入伊，对伊摕一寡。基亚西就去入乃曼，乃曼看到有人在入伊，就落车迎接伊，讲敢有甚物代志？基哈西讲无特别诶代志，毋过我诶主人找我来讲。拄则有先知诶2个少年学生对以法莲山区来我遮，请你用银30公斤，衣服2套，互因。乃曼讲，请接受60公斤。乃曼一再请伊收，乃曼就将伫2个袋仔迄60公斤诶银甲2套衣服交互伊2个仆人派的，行伫基哈西诶头前。因到山仑啊，基哈西对因诶手接物件，落去厝内，就找因倒去，因就倒去。因入去徛伫主人诶面前，伊丽莎问伊讲：基哈西，你对倒位来？基哈西因讲：你诶仆人无去倒位。伊丽莎甲伊讲：迄个人落车迎接你诶时，我诶心减无甲你伫遐。这减是接受银，接受衣服、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、羊、仆人、女婢诶时，因为安尼，乃曼诶麻方便要传互你甲你诶后代直到永远。基哈西对伊丽莎诶面前摕出去，就得到麻方便。肉白甲亲像洗。第6章，圣殿学生对伊丽莎讲：老师，阮甲你住诶所在伤远，请允准阮去约旦河，逐个人对遐厝一支柴寮，伫遐去住诶所在。伊丽莎讲：好，恁去。有一个讲：请甲仆人做伙来去。伊丽莎因讲：好，我甲恁去。伊就甲因做伙去。因到约旦河就开始插树。有一个人在插的时，布头肉落去水里，伊就叫讲：惨啊，老师，这个布头是甲人借的。上帝中央的人讲：咱伫倒位？伊报伊丽莎看落去的所在。伊丽莎就插一支柴对遐迄落去，布头肉就浮起来。伊讲捡起来，迄个人就伸手甲捡起来。苏利亚王甲以色列交战，伊甲伊的元神讨论讲：我要伫某所在十赢。上帝中央的人找人去见以色列王讲：你着说你毋通对某所在经过，因为苏利亚人伫遐十赢。以色列王派人去经过上帝中央的人所讲迄所在的居民，因就加强封闭，同款的事发生几啊遍。苏利亚王因为这个事心内真生气，调伊的元神来，甲因讲：恁中间啥人泄露消息互以色列王，就老实甲我讲。有一个元神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，毋是阮。是以色列的先知伊丽莎将你伫房间内讲的话，甲以色列王讲。王讲：恁去探看伊伫什么所在，我通派人去甲你啊。有人对王讲：伊伫倒坦。王就派马、战车甲一大队军兵去遐，因暗时到包围迄个城。上帝中央的人的仆人透早起来。出去外面，看到有军兵、马甲战车甲城包围着。仆人对伊丽莎讲：惨啊，老师，咱要安怎？上帝中央的人讲：毋免惊，甲咱做伙比甲因做伙较济。伊丽莎记得讲：上主，叫你开伊的目睭，互伊会看见。上主就开迄个仆人的目睭。伊就看见规个山拢是火马、
火车甲伊丽莎围地。苏利亚人落去到伊丽莎遐，伊丽莎对上帝基督讲：求你拍遮个军兵，互因目睭袂看见。上主听伊丽莎的祈祷，互因袂看见。伊丽莎对因讲：恁行毋着路，找毋着城，对我来，我带恁去恁要找的人遐。伊丽莎就带因到撒玛利亚。因入去撒玛利亚，伊丽莎祈祷讲：上主，求你开遮个人的目睭，互因会看见。上主开因的目睭，因就看见。看见因拢伫撒玛利亚的城内。以色列王看着因，就问伊丽莎讲：师父，我检通甲因杀死，检通甲因杀死。伊丽莎因讲：毋通甲因杀死。因检是你用刀用弓掠来的，哪通甲因杀死？得用饼甲水，互因啉食，互因通倒去因的主人遐。王为着因准备丰盛的宴食，因食饱，王甲因倒去，因就倒去因的主人遐。对安尼，苏利亚的军兵无过侵犯以色列的境界。后来，苏利亚王便下达调集伊的全军，上来围困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有大饥荒，苏利亚人继续围困城，直到一个驴仔的头值银900公克，200公克的粉胶屎值60公克的银啊。以色列王对城墙顶经过时，有一个妇人对伊求叫，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帮助我。王讲：上主无帮助你，我要对倒位帮助你？对五谷场，还是对酒窟是无？王阁讲：你有甚物艰苦？伊讲：有一个妇人对我讲，将你的囝交出来，对今仔日食伊，明仔载咱食我的囝。阮就煮我的囝来食。隔日，我对伊讲，将你的囝交出来，咱煮来食。毋过，伊将伊的囝藏起来。王听到妇人人的话，就拆里衫。伊伫城墙顶经过时，人民看到伊内面穿粗麻布的衫。王讲：沙法的囝伊丽莎的头壳，今仔日若要留伫伊的身躯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于是，伊丽莎坐伫厝内，长老嘛甲伊做伙坐。王先派一个人去，使者还未到伊遐。伊丽莎对长老讲：恁看，这个凶手的囝派人来要取我的头壳，着注意，使者若来，着关门，甲伊挡伫门外。伊主人的脚步声兼无对伫伊的后面来。伊丽莎要在甲因讲话时，王来到伊遐。王讲：这个灾祸是对上主来，我哪着搁仰望上主帮赞。第7章，伊丽莎讲：恁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明仔载大约这个时，伫撒玛利亚的市场，3公斤幼米粉白干拉卖银11公克，2公斤大麦嘛则卖银11公克。有一个王的侍卫官因上帝重用的人讲：上主就是开天窗降落五谷，这个代志嘛无可能发生。伊丽莎讲：你要亲目看到，毋过食袂到。伫城门外有4个麻风病人，因讲来讲去，咱哪着坐伫遮等死？咱若入城，城内有饥荒，咱会死伫遐。若点点坐踮遮，嘛是死。来，咱来去投降苏利亚的军队。伊若留咱的性命，咱就会活。伊若杀咱，咱同款嘛是死。黄昏的时，因出发去苏利亚人的军营，因到苏利亚人的军营边，
竟然无人伫遐，因为主互苏利亚的军队听见战车甲战马的声，以及大军队的声，因就互相讲，这一定是以色列王请迄人诸王甲埃及诸王来攻击咱，所以伫黄昏的时，因就放杀因的布片、马、驴、军营，拼命逃走。遐个麻风病人来到军营边，入一个布片，也食也啉，佮对遐摕经文甲衣服去藏。后来佮入一个布片，嘛对遐摕财物去藏。迄时因互相讲，咱安尼做毋对，今仔日是有好消息的日，毋过咱煞点点。若天候到天光，咱就有做。行，咱来去报王甲知。因就去叫顾城门的人，甲因讲，阮去苏利亚人的军营，看到营内拢无人，无动无静，只有马、驴北地，布片拢留着。遐个顾城门的人大声喊，消息就传到王家。王透眠起来，甲伊的人生讲，我甲恁讲，这是苏利亚人的计谋，因知咱妖恶，所以出军营，埋伏伫野外，讲因出城的时，咱通活活掠因，占领这个城。有一个人神对王讲，城内要有存马，请你派人牵5只来，咱通派人去探查，怀得城内的人，今晚拢会灭亡。因选2台战车甲马，王就派因去探苏利亚的军队，讲恁去探查。因追踪苏利亚的军队到约旦河，看到沿路拢是苏利亚人逃走的时，合角的衣服器具，使者就倒来回复王。撒玛利亚的居民出去抢苏利亚人的军营，安尼3公斤幼米粉卖银11公克，6公斤大麦卖银11公克，拄照上主所讲的话，王派迄个守卫官伫城门指挥，煞互众人大事伫遐。拄照上帝重用的人伫王落来见伊的时所讲的话，上帝重用的人有对王讲，明仔载大约这个时，伫撒玛利亚的市场，6公斤大麦会简单卖银11公克，3公斤幼米粉嘛则卖银11公克。迄时守卫官对上帝重用的人讲，上主就是开天窗降落5国，这个代志嘛无可能发生。上帝重用的人讲，你要亲目看到，毋过食袂到。这句话果然发生伫迄个守卫官身上，因为众人伫城门甲伊大死。第8章，伊丽莎捌互一个妇人人的囝告我，伊对这个妇人人讲，你甲你全家赶紧去住伫会当生活的所在，因为上主要互饥荒临到这个所在7年久。妇人人就照上帝重用的人的话，甲伊全家出发去非利士人的地，伫遐住7年。7年满，迄个妇人人对非利士人的地倒来，伊为着要收回家己的躯体残垣去见王。迄时王甲上帝重用的人的仆人基哈西在讲话。王讲，请你将伊丽莎所做一切的大事甲我讲。基哈西在甲王讲伊丽莎安怎互死人告我的时，拄好伊丽莎互伊的囝告我的迄个妇人人，为着要收回伊的躯体残垣来见王。基哈西讲，我的主我王，这个就是迄个妇人人，迄个就是伊的囝。伊丽莎有互伊告我。王问迄个妇人人，伊就甲王讲，王就为着伊派一个官员讲，
所有属即个附近人的，拢得行医。对于离开本地迄日到今仔日，伊的田园所出产的，嘛拢得行医。伊丽莎来到大马士革，拄好苏利亚王便哈达伫破病。有人对王报告讲，上帝中央的人来遮，王就对哈西讲：你带礼物去见上帝中央的人，拜托伊问上主，看我即个病会好袂？哈西就去见伊丽莎，伊用40只骆驼在大马士革各款的好米做礼物，徛伫伊丽莎的面前讲：你的囝苏利亚王便哈达派我来你遮，请问你，我即个病减会好？伊丽莎甲伊讲：你倒去回复伊，讲你的病一定会好，毋过上主指示我，伊一定会死。伊丽莎直直看哈西，看甲伊毋知要安怎。伊丽莎开始哭，哈西讲：我的主，你是安怎在哭？伊丽莎讲：因为我知你会安怎伤害以色列人，放火烧因的堡垒，用刀害死因的少年人，杀死因的婴仔，破开有新的附近人。哈西讲：你的步惊算啥？不过是一只狗，哪会当做即款大代志？伊丽莎应讲：上主指示我，你会做苏利亚王。哈西离开伊丽莎，倒去伊的主人遐。主人问伊讲：伊丽莎甲你讲啥物？伊讲：伊甲我讲，你的病一定会好。隔日，哈西摕狗的布温水，砍王的面，甲伊翕死。哈西就煞接伊做王。阿哈的囝以色列王约荷兰第5年，约沙法的囝约兰开始做犹大王。约兰继位的时3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伊行以色列诸王的路，所做甲阿哈家同款，因为伊娶阿哈的查某囝做某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毋过上主因为伊的仆人大比的缘故，毋甘灭犹大。上主照伊对大比的应允，永远赏赐一耙顶，互大比甲伊的子孙。约兰做王的时，伊当背叛犹大，脱离犹大的统治，设立因家己的王。约兰带所有的战车过去杀戮，煞受包围。约兰迷失起来，突破包围伊的以东人甲战车长。毋过犹大军兵逃走，大家倒去因兜。安尼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犹大的统治到今仔日。上迄时，lib那嘛背叛。约兰其他的事业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的王史。约兰倒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阿哈谢煞接伊做王。阿哈的囝以色列王约荷兰12年，约兰的囝阿哈谢开始做犹大王。阿哈谢继位的时2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塔利亚，是以色列王暗利的查某孙。伊行阿哈家的路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甲阿哈家同款，因为伊是阿哈家的囝婿。阿哈谢甲阿哈的囝约荷兰做伙去基列的拉末，甲苏利亚王哈西交战。苏利亚人拍伤约荷兰，约荷兰王倒去亚述列，要医治拉末甲苏利亚王哈西交战的时所受的伤。约兰的囝犹大王阿哈谢落去亚述列，探访阿哈的囝约荷兰，因为伊破病。
咱今太圣诞节伫列王记下卷第5章到第8章。